我自己咧覺得成個華富華貴村啊，最靚都係一落巴士村後呢個位置啦。如果作為遊客嘅你去呢個地方，請日落時分留到晚上啊！日落時分請追住個日落方向影相，晚上回到村口樓層着晒燈，勁靚啊！幾十年前呢，我喺華富返工，呢間廣泰百貨已經存在喺華富啦。我尋日重遊舊地行咗一個圈，諗翻起裡面嘅格局，好似冇乜點變啊！再睇下貨品嘅價錢，真係好平喎，會唔會仲平過藥房啊？呢間廣泰百貨咧，除咗買食、清潔用品，仲有玩具同文具啊！即係咧，住喺度嘅居民唔使走出華富華貴嘅範圍啊，但平日需要用到嘅嘢咧，都一定會揾到，係一間強勁嘅超市啊！除咗大型嘅超市，喺平台嘅位置咧，仲有一啲藥行同埋士多。呢一間咧我冇入去，但係睇門面咧應該都係有間咁長歷史嘅士多啦。一個屋村有超市同士多，另一樣唔可以缺少嘅就係對面嘅街市啦。企喺平台嘅位置咧，雖然被樓層包圍，但係唔知點解咧，好風㗎。呢啲咧就係最舊式、最簡單嘅兒童遊樂場啦。當然啦，冇而家新起嘅遊樂場咁多嘢玩，咁吸引嘅。行下發現呢個儲蓄互助社係咪真係幫人儲錢啊？事隔咁多年再重遊華富華貴村，同一個感覺都係覺得呢度四通八達啦，左穿右插，又平台又高層又低層，的確係會蕩失路㗎。如果有機會去呢度嘅話呢，應該係朝住海呢個方向影相就係最靚啦。雖然我影嘅時間呢係天都黑齊，但係都影到一個無敵嘅大海景啊！全部着晒燈，加上高高低低嘅樓層，呢度呢就係香港傳統嘅公共屋邨啦，係咪好靚呢？